大家好，我係金特里，歡迎收睇金特里編輯部。中國半壁江山落入日本人手上，國民黨內部陷入悲觀絕望嘅氣氛當中。其中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就強烈主張議和，仲因此同蔣介石爭論過好多次。佢覺得當時中國科技遠遠落後於日本，中國國力已不能再戰。假如敵人再攻重慶，佢哋就要向西北逃跑，就要俾共產黨俘虜，中華民國就要亡國㗎喇。因此佢認為越早謀得和平越好。如果到咗完全潰敗嘅境地，到時就只能聽憑征服者嘅宰割。結果汪精衛說服唔到蔣介石，就決定趁蔣介石喺1938年12月飛去西安主持軍事會議時，帶同夫人陳璧君同秘書曾仲明離開重慶，正式同蔣介石分道揚鑣。不過喺講汪精衛同日本人秘密談判，同喺南京成立偽政府嘅經過之前，我想再講多一啲關於汪精衛嘅故事，以及佢同蔣介石之間嘅恩恩怨怨。之前有幾集我都有提及過佢，包括北伐時寧漢分裂、中原大戰時推行嘅反蔣運動等等，但都係點到即止。汪精衛係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要人物，值得我哋再花多少少時間去討論佢。當1908年仲係同盟會時期，汪精衛就追隨孫中山革命，係孫中山4大助手之一。其餘3人分別係胡漢民、廖仲愷同黃興。嗰時候蔣介石先啱啱由陳其美介紹入黨，同盟會幾次起義失敗，革命陷入低潮時期。1910年，27歲嘅汪精衛決定上京行刺攝政王載灃。就算成功或失敗都好，至少可以喚起全國同志嘅革命熱情。最後佢失敗被擒，下場好有可能就如同3年前光復會嘅徐錫麟一樣，被凌遲處死。有另一個講法話徐錫麟係被挖心而死嘅，總之就死得好慘啦。汪精衛喺獄中寫咗首絕命詩，被遞口尖。依家我哋大多數人好可能都有聽過朗朗上口嘅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塊，不負少年頭。但原來呢首詩共分4段，我最中意嘅係第一段：鹹石成痴絕，滄波萬里愁，孤飛終不倦，收逐海鷗浮。鹹石指嘅就係想要填海嘅精衛鳥。精衛鳥係傳說中嘅神鳥，想含住一塊一塊小石頭去填嗰個滄海，但點可能填得到？但係填唔填到係一回事，我有呢種理念又係另一回事。所以鹹石成痴絕就係形容嗰啲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嘅人。汪精衛本名汪兆銘，佢用咗精衛作為筆名，好可能就係想效法精衛鳥嘅精神。明知道搞革命非常兇險，明知道單人匹馬上京刺殺攝政王係九死一生，佢都要去做呢件事。而含住一塊一塊小石頭去填嗰個滄波萬里嘅大海，所以滄波萬里愁。大家都覺得精衛鳥係傻嘅，冇人會含住塊石頭去填海，所以我係孤獨嘅，但係我孤飛終不倦。海鷗到處追逐食物，船上有食物，佢就企喺船上嘅欄杆上面等；海邊有食物，佢就飛去海邊上面等。而我精衛鳥覺得咁樣做係羞恥嘅，所以孤飛終不倦，收逐海鷗浮。可以寫出咁好嘅詩詞，能為咗革命犧牲嘅人，去到1939年，點解會變成漢奸呢？我唔認為汪精衛係漢奸，汪精衛到死時都認為自己係愛國嘅，佢只係一個悲觀嘅投降主義者。之後我會再慢慢解釋。行刺攝政王係一件大案，民政部尚書肅親王善祺親自審理此案。
肅親王係清朝八大鐵帽子王之一，係清太宗皇太極長子豪格嘅直系後人，亦係川島芳子嘅父親。善耆係清末少數嘅開明派有遠見嘅人才，佢非常佩服汪精衛嘅人品見識，更佩服佢為革命獻身嘅精神。佢曾經好坦白咁同汪精衛講，假如佢唔係出身皇族，好可能都會同孫中山一齊搞革命。善耆唔單止冇處死汪精衛，而且仲將佢放返廣州。呢場刺殺行動結束之後，孫中山對汪精衛更加信任。假如孫中山遲幾年先死，國民黨領導地位好可能就會由汪精衛接班。當孫中山決定聯俄容共，將國民黨改造成列寧式政黨，蘇聯紅軍模式同時被引入中國。1924年喺蘇聯顧問嘅指導下，創建黃埔軍校，仿效蘇聯制度，由黨控制軍隊。廖仲愷為駐校黨代表。蔣介石雖然係校長，但實際上廖仲愷嘅地位比較高。後來成為蔣介石親信嘅胡宗南，號稱天子門生第一人。當初因為身高唔夠，冇資格入學，亦係由廖仲愷破格提拔，先成為黃埔一期嘅學生。1924年1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戴季陶等人均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蔣介石連候補委員都唔係。同年5月，蔣介石出任黃埔軍校校長後，一舉成為國民黨黨軍嘅第2領導人，地位僅次於任職軍事部長兼廣東省政府主席嘅許崇智。1925年，孫中山逝世之後，廣東大元帥府改組為廣東國民政府，汪精衛係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為國民政府常委兼外交部長，廖仲愷為國民政府常委兼財政部長。1925年8月，廖仲愷遇刺身亡，牽涉到胡漢民嘅細佬胡毅生，為蔣介石嘅崛起創造咗一個絕好嘅機會。蔣介石利用刺廖案同汪精衛聯手打擊胡漢民，以保護為名將其遣送國外，再趁機會排擠埋許崇智。許崇智被逼到上海租界避居，從此淡出軍政界。蔣介石成為國民政府最大嘅軍權領袖。1926年3月，蔣介石又利用中山艦事件打擊汪精衛，汪精衛被逼避居海外。一時之間，孫中山病亡，廖仲愷被殺，胡漢民、汪精衛出走。蔣介石以黃埔校長身份喺國民革命軍中崛起，成為一名新軍閥。黨裏面已經冇人可以制衡蔣介石。後來胡漢民、汪精衛等試圖用政治委員制度壓制職業軍人，企圖重新彰顯翻黨指揮槍嘅原則，但係已經嚟唔切啦。蔣介石已經實行咗槍指揮黨，冇掌握到的係軍隊嘅汪精衛，只能喺唔同時期遊走於唔同軍閥之間，例如唐生智、張發奎、龍雲等等，去支持佢嘅理念。北伐開始之後，蔣介石集黨權、軍權於一身。鮑羅廷同中共中央逐漸感到扶持同向蔣介石妥協嘅失策，力求削弱蔣介石嘅權力。於是有迎汪運動嘅展開，請汪精衛由歐洲返嚟主持局面，企圖以蔣汪合作模式代替蔣介石嘅個人專權。喺呢個時候，蔣介石就產生咗同左派分家、另立門戶、分庭抗禮嘅諗法。1927年2月，國民黨中央喺武漢召開2屆3中全會，會上限制咗蔣介石嘅權力。同年4月，汪精衛返國，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組織部長同武漢國民政府主席。顧孟餘、陳公博、孫科等人都擁汪反蔣，掌握軍隊嘅唐生智、張發奎都紛紛表示支持汪精衛。
1927年4月，蔣介石喺上海發動清黨，另組南京國民政府。汪精衛公開譴責蔣背叛革命。武漢政府宣布開除蔣介石黨籍，造成所謂嘅寧漢分裂。呢段歷史我喺蔣介石崛起之路呢條片有講，大家可以去睇下。蔣介石嘅南京政府得到胡漢民嘅支持。胡漢民從歐洲返嚟後，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後任立法院長。有唔少國民黨元老，例如許崇智、居正、謝慈等都去勸阻。胡漢民卻認為中國需要統一，統一需要建設，需要一個健全嘅中樞。佢去南京並唔表示幫助蔣介石個人，而係想幫助中華民國完成孫中山嘅革命使命。當然後嚟胡漢民同蔣介石都係反面收場，胡漢民被蔣介石軟禁。兩廣方面嘅軍人聽講蔣介石軟禁咗胡漢民，義憤填膺，摩拳擦掌，準備出兵打南京。汪精衛等人伙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要求蔣介石下野釋放胡漢民。呢段歷史我之前喺中原大戰嗰條片亦有講過，呢度就唔再重複。汪精衛有兩次被行刺險死嘅經歷。第一次係喺1935年11月，國民黨4屆六中全會，汪精衛自開幕詞後喺會場外面影相嗰陣時遇刺，射中左面、左臂同埋背脊3處。刺客係晨光通訊社記者孫鳳鳴，佢俾衛士開槍擊中，第二日傷重喺南京中央醫院死亡。調查結果顯示，刺殺行動背後係由斧頭幫幫主黃亞潮策劃。黃亞潮之前都曾經刺殺過蔣介石同宋子文。蔣介石好嬲，下令軍統要立即搞掂黃亞潮，大粒不負使命，最後派員將黃亞潮槍殺。但係全世界人都覺得汪精衛被刺係蔣介石幕後主使。當汪精衛被刺後，蔣介石上前睇下佢嘅傷勢點樣。汪精衛夫人陳璧君立即對蔣質問：蔣先生唔使咁樣做嘅，有話可以慢慢商量，何必如此呢？蔣介石一時間無言以對。的而且確，呢次遇刺後，汪精衛辭去咗行政院院長等職務，前往歐洲療養，咁亦變相令蔣介石嘅權力進一步擴大。到目前為止，冇任何證據證明1935年汪精衛被刺事件係同蔣介石有關，但係1939年汪精衛喺河內第二次被刺，就肯定係蔣介石授權軍統去做嘅。汪精衛認為蔣介石所謂嘅抵抗，只係不斷犧牲軍隊人民嘅生命。南京失陷之後，汪精衛同周佛海、陶希聖、高宗武、董道寧同梅思平等政府同黨嘅要員，經常聚會討論局勢，組成所謂嘅低調俱樂部。低調俱樂部視主張堅決抵抗日本侵略者為唱高調。汪精衛等人認為高調只會引起盲目嘅抗戰衝動，應該低調等待同日本和平嘅時機。攻佔南京之後，日本態度原本強硬。1938年1月，首相近衛文麿發表第一次對華聲明，驕橫狂妄咁宣稱，今後不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企圖分化中國內部唔同勢力。日本同時喺中國扶植傀儡政權，先後有3個，包括喺察哈爾和綏遠建立咗一個蒙疆聯合自治政府，以號稱成吉思汗嫡系後人內蒙古嘅德王為前台統治者。另一個傀儡政府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喺北平建立，以黃克敏為前台人物，管轄河北、察哈爾、綏遠、河南同埋山東5個北方省份。第3個傀儡政府喺南京成立，以梁鴻志為前台人物，管轄江蘇、浙江同安徽、華東3省。但呢3個政權都冇全國性威望，對日本希望統戰、馴服中國人民嘅幫助唔大。1938年11月，
近衛發表第二次對華聲明，今次放軟聲氣，聲稱國民政府如能放棄抗戰到底嘅政策，咁日本亦唔會拒絕和談。低調俱樂部認為時機已到，立即瞞住蔣介石，派梅思平高宗武前往上海，同日方喺上海召開重光堂會談。雙方簽訂日華協議記錄，主要有聯合防共、承認滿洲國、日本歸還在華租界、經濟合作、日本喺2年內撤軍等協議。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趁住蔣介石飛去西安主持軍事會議嗰陣時，帶同夫人陳璧君同埋秘書曾仲明離開重慶，留低一封信俾蔣介石，裏面得短短8個字：君為其易，我任其難。的確喺當時嘅情況下，主和所面臨嘅困境係比主戰嚟嘅多。汪懷住為國犧牲嘅精神，困難嘅就由我去做吧。正式同蔣介石分道揚鑣，展開佢所謂嘅和平運動。12月22號，近衛發表第3次對華聲明，態度比第2次聲明放得更遠，以甜言蜜語提出互相善鄰友好、共同防共和經濟合作等3原則，企圖引誘抗戰陣營中嘅動搖分子。12月29日，汪精衛立即發表艷電響應近衛聲明，要求蔣介石把握不可再失之機。艷電呢個詞有時會受到誤解，艷唔係一個蔑稱，亦冇帶有任何特殊意義，只係電報為咗節省字數，將日期用艷呢個字代替，故稱之為艷電，即係29號發出嘅電報。蔣介石立即發聲明駁斥，認為近衛文和嘅所謂東亞新秩序，就係將中國全部領土變成日本所有嘅大租界，咁樣中國就成為日本嘅附屬國或保護國，實際上就係被合併於日本。艷電最初只係發俾重慶中央睇嘅電報，到12月31日喺香港南華日報公開發表，被黨內大部分人認為係贊同日本亡國嘅條件，要求凡主和者一律以漢奸論罪。汪精衛受到全國譴責，國民黨中常委決議開除汪精衛黨籍，撤除其一切職務。但艷電同時對於嗰啲因睇唔到勝利或和平前景、通貨膨脹日益加劇、生活困苦而沮喪不已嘅中國政客嚟講，近衛聲明似乎係提供咗迅速解決事端嘅一絲希望。汪精衛離開重慶飛去河內之前，首先到昆明同雲南省主席龍雲秘密會面。汪將自己嘅全盤計劃毫無保留咁講晒俾龍雲知，佢將會去香港同日本人商談和平條件，希望將來新政府成立嗰陣時，龍雲可以響應。龍雲同意汪嘅計劃，仲主動包機將汪一行送去越南。軍統調查到龍雲有支持汪精衛嘅傾向，蔣介石非常緊張，事關雲南大後方主宰住抗戰成敗存亡。龍雲曾經係主戰派，淞滬抗戰時曾喺雲南派出20萬軍隊赴前線作戰，部隊驍勇善戰，被稱為南孟兵。直至武漢失陷，龍雲態度急劇轉變，對中國前景十分悲觀。蔣介石先後派唐生智同白崇禧去昆明試圖說服龍雲唔好投向汪精衛嗰邊。龍雲知道事情曝光，決定倒回蔣介石呢邊。雖然係咁，龍雲態度仍係搖擺不定，一時主戰，一時主和，一時擁蔣，一時又反蔣。龍雲曾親筆致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主席黃克敏，聲稱想喺四川、雲南、貴州3省發起反蔣和平運動，希望得到聲援，又同日方取得聯絡，得到支持。但係當汪精衛正式同日本展開談判，振臂高呼嗰陣時，龍雲又保持沉默。到咗1940年5月，汪精衛已喺南京成立偽國民政府，
滇軍第一集團軍正喺江西前線同日軍作戰。龍雲乘該集團軍代總司令高任懷返昆明述職之時，要佢將軍隊撤退至湘西，以便響應汪精衛嘅號召，通電主和。龍雲同高任懷講：兩國戰爭不能戰，亦要能守，守既不能，非和不可。佢仲引用中國歷史南宋偏安之局，如果唔係秦檜主持住，國家早就俾岳飛玩死咗啦，仲邊會有南渡之後又延長百多年嘅國脈呢？真正愛國嘅係秦檜，岳飛不過係武人好功、風頭主義，只係為咗一個人享英雄之虛名，唔理天下生靈塗炭。大家又同唔同意龍雲呢一番見解呢？蔣介石為咗穩住大後方，一直用懷柔政策穩住呢位雲南王，唔俾佢倒向汪精衛一邊。加上後來全球反法西斯運動興起，俾中國抗戰帶嚟一絲希望，龍雲始終搖擺不定，冇決然投敵。1945年抗戰勝利之後，蔣介石早就想解決龍雲，先命令滇軍主力開進越南，接受日軍投降。等滇軍出發之後，再任命龍雲為軍事參議院院長，將佢從昆明老窩調到重慶，同時派昆明防守司令杜聿明嘅第五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包圍雲南省政府，全面控制昆明。龍雲想唔就範都唔得，只能離開佢經營咗10幾年嘅雲南，被逼到重慶接任新職。龍雲去到重慶，實際上係被軟禁。為咗平息雲南人嘅不滿，蔣介石要杜聿明孭咗呢一個鑊。蔣同杜講：解決龍雲，你對國家係立咗功嘅，但係得罪咗龍雲，你應該為國家孭鑊。為咗平息龍雲同雲南人嘅怒氣，我先公布將你撤職查辦嘅命令，然後再調你到東北去當保安司令長官。汪精衛係國民黨元老，第2號領袖，影響力與人脈遍及全黨國。蔣介石擔心佢出逃韓日嘅巨大負面影響同連鎖反應。驗電之後，雖然開除咗佢嘅黨籍，但冇明令全國通緝，仍然希望有回旋空間。1939年1月5號，日本內閣改組，啱啱發表完第3次對華聲明嘅近衛文麿辭職，平沼期一郎出任首相。佢對支持汪精衛組織新政府嘅興趣不大，因此汪原先估計一呼百應嘅場面並冇出現。雲南龍雲、廣東張發奎、四川劉文輝等實力派都保持沉默，汪嘅和平運動陷於低潮，只得暫時潛伏喺河內，再等待新嘅轉機。1939年2月，蔣介石派汪嘅老部下谷正鼎去越南，勸汪唔好同日本人勾結，仲預備好護照同50萬元現金，勸汪赴歐洲休養，但被汪所拒絕。既然用軟嘅方法唔得，蔣介石決定要喺肉體上消滅汪精衛，受命軍統遠赴越南執行任務，卻誤殺咗汪嘅秘書曾仲明。呢個時候，日本人驚覺保護汪精衛嘅重要性，決定將汪秘密護送到上海租界暫住。雖然係咁，呢個時候平沼首相仍然對汪精衛嘅和平計劃興趣不大，而汪精衛亦覺得冇癮，曾一度興起隱退歐洲嘅念頭。汪精衛嘅和平運動原本係咁樣計劃嘅：第一步，汪精衛離開中國，宣布脫離國民政府。日本政府喺同一時間發表聲明，提出唔要領土、唔要賠款、2年內撤軍嘅條件，倡議與中國進行和談。第二步，汪精衛以個人身份發出回應日本政府嘅和平倡議，建議國民政府接受日本嘅和平條件停戰。第三步，假如重慶政府堅持抗戰，雲南等地方嘅實力派
就會通電響應汪精衛嘅和平號召，建立新嘅國民政府同日方和談。第四步，日本承認新政府，宣布唔再以蔣介石為對手，日軍撤退回長城以北，將日軍佔領區交還俾新政府。第五步，新政府統一全國，實現中日兩國間嘅真正和平。但係汪精衛嘅和平計劃只實現到第二步，之後發展就開始荒腔走板，事與願違。假如喺唔使割讓領土、唔使賠款嘅條件下，同日本實現和平，對中國人嚟講係有相當嘅可接受性。汪精衛未必會被罵成賣國者，但係汪精衛太過樂觀，太高估自己嘅能力、聲望，同太低估日本人嘅野心。日本人花咗咁多氣力心機去侵略中國，點可能會唔要領土、唔要賠款就退兵呢？汪精衛原本係想喺近衛第三次聲明善鄰友好、互相合作、共同防共嘅基礎上同日本人談判嘅，但係佢上咗日本人嘅當。喺談判嘅過程中，日本不斷更動協議內容，令到汪嘅和平計劃面目全非，亦令到汪成為舉國痛斥嘅漢奸賣國賊。喺呢段時間，汪精衛認真考慮過係咪要放棄和平計劃。首先係鹽電一發出去後，從江塘會議嘅2年內撤軍許諾，遭到近衛私自修改。要知道，汪精衛願意主和嘅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日本承諾撤軍。當知道唔會後，汪精衛勃然大怒，批評日本墨跡未乾，日本人食言，我點樣攞咁樣嘅條件同國人交代？新政府尚未出世，就裹上咗一層漢奸嘅包衣。汪原本認為，即使依家主和會俾人一時鬧做漢奸，但日子耐咗，民眾自然會知道佢嘅用心良苦，係為咗國家存亡着想。依家好啦，日本食言，自己亦成為咗真正嘅漢奸。汪正想要赴日同近衛交涉此事，冇諗到近衛喺汪精衛發表唁電5日後，宣布辭職內閣，和平運動陷入被逼停擺嘅局面。近衛收返撤軍嘅聲明，新首相平沼又無意同汪精衛合作，令到汪精衛原本設想只要發布唁電後，同佢早有淵源關係嘅第4戰區司令官張發奎、雲南省主席龍雲，以至陳濟棠、薛岳等將領都能夠參加佢嘅和平運動。如果呢啲將領企喺佢嗰邊，咁樣就可以喺日軍佔領區之外組建一個可以同重慶對抗嘅武裝政府，迫使蔣介石下野。可惜事與願違，撤兵嘅許諾遭到日本塗改，致使原本有意反蔣嘅勢力唔願響應。呢個時候，汪精衛自己亦有所動搖，反省自己嘅和平計劃係咪過於天真。佢嘅主要副手周佛海卻表現得比佢更加堅定。周佛海力勸汪精衛要堅持落去，表示弱國無外交。而家雖然暫時失去咗一啲主權，等將來新政權建立後，經過和平建設，國勢日盛，到時可以再同日方交涉，要求佢哋退兵亦都唔係冇可能嘅。話說蔣介石派人去河內行刺汪精衛失敗，刺殺事件令到日本意識到保護汪精衛嘅重要性。日方召開首相、陸相、海相、外相同藏相嘅5相會議，決定派人前往河內營救汪精衛，將佢轉移到去上海租界暫住。汪精衛喺河內執返條命，待佢死嘅係秘書曾仲明。曾仲明係汪嘅兒子，曾醒嘅弟弟，早年留學法國，獲得文學博士學位。返國後喺廣州中山大學教書，之後一直追隨汪精衛。曾仲明唔止係汪嘅秘書，亦係親如兄弟嘅好朋友。曾仲明之死，令汪對蔣更加憎恨。以前汪多次反蔣，其實算係為國事而反蔣。
用英文表達就更貼切。以前反蔣係 just business, not personal。而家蔣介石用卑鄙嘅暗殺手段害死咗佢嘅好友，反蔣就變成 not only business but also personal。汪精衛喺1939年3月27日《南華日報》上發表舉一個例文章，作為對蔣介石暗殺行為嘅抗議。文章中披露咗一次最高國防會議紀錄，表示對日謀和係黨高層嘅秘密主張，並非只係佢個人嘅意見。並於文中責問蔣介石，主和係大家共同嘅主張。當時德國陶德曼大使奔走調停時，南京尚未陷落，蔣認為和談可以進行。咁點解喺近衛發表第3次聲明後嘅今日，和談就唔可以進行呢？而且仲要誣衊主和嘅人，仲要奪其性命呢？蔣介石無論文筆或演說都比唔過汪精衛，亦無法從理論上反擊汪精衛，只得喺司法上回擊，下令通緝汪精衛、周佛海、陳公博、陳璧君等首要分子，正式將呢一班人打成漢奸。喺上海嘅汪精衛依然不受到日本重視。平沼首相認為佔領區已經有黃克敏同梁鴻志嘅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冇必要再加添一個。後世好多人對汪精衛嘅南京政府總係抱持一種誤解，認為係日本人主動扶持汪精衛喺日佔區成立一個傀儡政府。其實應該講成呢個傀儡政府係汪極力爭取返嚟。日本人懷疑汪精衛搞和平計劃係重慶政府嘅詭計，試圖以此嚟緩解軍事壓力，而且亦懷疑汪精衛等人對日本嘅忠誠，將日佔區嘅軍事情報傳遞返俾重慶等等。一直堅持主戰嘅平沼首相惹得天怒人怨，喺一片謾罵聲中黯然下台。1939年8月，陸軍大將阿部信行接替首相職位。阿部信行係一位幾了解中國國情嘅軍事家，認為如果要想中國民眾心服口服咁企喺日本政府呢一邊，就必須俾佢哋應有嘅自尊，讓中國擁有一定嘅主權同國土面積，唔應該將中國劃分太多唔同政權嚟分而治之。而且汪精衛嘅聲望遠比黃克敏、梁鴻志等人都高得多，可以好好利用。汪精衛重新獲得日本方面重視，積極考慮佢建立一個統一嘅中央政府計劃。1939年10月，以周佛海為首嘅汪方代表開始同日方代表舉行秘密談判，期間汪不斷感受到挫敗同屈辱。日本基本上唔再以近衛聲明為談判原則，只係想利用汪精衛嘅聲望建立一個傀儡政權作統戰作用。汪知道冇辦法令日本退兵，亦唔甘心做一個傀儡，但係佢已經無路可退。假如選擇前往歐洲隱退，就必定終身背負漢奸罪名，不如退而求其次，用佢僅有嘅力量盡量去保護淪陷區嘅同胞，免受日本人嘅殘殺傷害，並為佢哋提供最低標準嘅社會服務。1940年3月，醞釀咗1年零3個月嘅汪精衛政權，終於喺南京成立。該政府吸納咗黃克敏同梁鴻志嘅政權，合併成一個以汪精衛為首嘅南京國民政府，並發表咗橫都宣言。喺1940年至1944年間，喺汪精衛政權管治範圍之內，的確冇再出現過好似南京、徐州咁樣嘅血腥屠殺，但重慶同共產黨特務不斷滲透入淪陷區各大城市，俾咗日軍好多麻煩。因此日本政府幫助南京政權成立76號特工組織，名義上歸汪精衛管轄，實際上由日軍直接操作，專門用嚟對付國共特務嘅組織實行清鄉運動，清除佔領區嘅特務分子同抗日組織。主事人係原屬國民黨嘅李士群、丁默村，以隱密偵查、暴力暗殺等手段維護日軍嘅佔領區秩序。佢哋同日本政府勾結，
逐漸尾大不掉，喪失人性，為利益而誣陷任何人，或者以不人道方式審訊疑犯。汪精衛對呢個組織心痛惡絕，但冇能力作任何約束。電影《色戒》裏邊梁朝偉嘅角色就係以丁默村為原型，湯唯嘅角色就以鄭平如為原型。鄭平如幫助重慶政府從事情報工作，後來被李士群槍決，死時才22歲，遺體至今下落不明。重慶政府將佢列為烈士。李士群喺1943年俾意投靠重慶嘅周佛海設計毒死，丁默村則於1947年被國民政府槍斃。上集講到南京政府成立，汪精衛雖然名為首腦，但只有極有限嘅自主權，大部分事情都要聽從日本指示。汪精衛為咗佢嘅和平理想同保護淪陷區嘅人民，已成為一個被世人唾罵嘅漢奸。喺抗戰結束之後，張發奎負責接收汪政權所管轄嘅廣東地區。佢見到廣州嘅經濟穩定，感嘆話：我冇聽到廣州民眾對汪偽政府嘅抱怨或抨擊，亦冇廣州民眾對偽政府懷抱惡感嘅印象。李宗仁喺佢嘅回憶錄裏邊，亦曾對汪精衛表示看法，講一句公道說話：汪兆銘做咗漢奸，卻冇做積極破壞抗戰嘅勾當。佢投敵後，亦冇向與其淵源最深嘅將領做騙子隻字嘅招降。如第4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同第5戰區第11集團軍司令黃琪翔。大義所在，汪氏仲知道自我抑制。1942年滿洲國成立10週年，汪精衛受日本邀請前往訪問。30幾年前，佢曾經刺殺過滿洲國皇帝溥儀嘅父親載灃。10年前嘅佢聽聞滿洲國成立時，亦曾大罵溥儀冇獨立人格。無論其名稱為執政或皇帝，都改變唔到佢傀儡嘅本質。冇諗到當初嘅回力鏢打中返自己，今日佢竟然作為另一個傀儡政權去祝賀滿洲國。汪精衛對自己嘅處境深感悲哀。1943年以後，日本敗績已露，南京政府嘅官員亦感到憂心忡忡。一旦日本投降，佢哋何去何從呢？周佛海等唔少高官開始暗地裏同重慶方面取得聯繫，為自己準備一條退路。重慶政府因為牽扯國共利益問題，亦好願意同佢哋合作。當時南京政府佔據咗中國最富庶嘅3大地區：上海、南京、天津。蔣介石認為，如果唔對南京政府採取友好，日本戰敗後呢啲地區將好難接收，又點樣能夠保證南京政府唔會俾中共代替接收呢？周佛海多次派人前往重慶，為重慶方面輸送咗唔少日方情報，仲安排重慶嘅特工人員設計殺死76號特務頭子李士群，之後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長嘅身份喺上海大力剿共，博取蔣介石嘅信任。1944年3月，汪精衛因健康惡化，喺妻子陳璧君同一眾子女陪同下，飛去名古屋就醫。同年10月，汪精衛自知將死，趁住回光返照之際，寫下人生最後一首7言絕句：心與將滅萬事休，天涯無處不願遊。縱有先輩常炎涼，諒無後人續春秋。意思係我就嚟要死啦，一切嘅是是非非亦將隨住我嘅生命煙消雲散。全中國人都恨我、罵我，即使有啲歷史古人好似我咁經歷過忍辱負重嘅辛酸路，但我自己估計冇佢哋咁幸運，可以等到平反還原真身嘅一日。1944年11月10日，汪精衛喺日本逝世。汪精衛死後，南京政府推舉陳公博為國府主席，繼任行政院長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但陳公博堅持喺所有職務上加個代字。陳公博話：而家汪先生走咗，人亡政息，呢台戲亦應該結束啦。我嚟繼承汪先生嘅職位，係嚟辦理收場嘅，而唔係嚟繼續演出嘅。1945年8月15號，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17號，陳公博喺南京主持召開中央政治會議，決定解散南京國民政府，將中央政治會議改為南京臨時政務委員會，軍事委員會改為治安委員會。當晚，陳公博廣播發表咗國民政府解散宣言。至此，歷時5年4個月嘅南京國民政府宣告結束。1945年10月3日，匿藏喺日本嘅陳公博被引渡返中國受審。陳公博知道蔣介石係唔會放過自己，但對於漢奸罪嘅指控堅決不服。喺法庭上辯護話：我認為抗戰係應該，而和平係不得已。全國10數省淪陷，對於人民只有搶救，實無國可賣。喺南京數年，為保存國家人民嘅元氣，冇日不焦頭爛額，忍辱挨罵。對於個人只有挨苦，更無榮可求。今時今日，我哋應該念念汪先生創立民國嘅功勳，念念佢嘅歷史同人格。最後，陳公博以通敵叛國判處死刑，死前寫咗一幅對聯：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已不常滿為心，送俾典獄長，並要求同陳璧君告別。喺陳璧君嘅囚室外，陳公博向陳璧君深深鞠咗一個躬：夫人，我先隨汪先生走啦。陳公博死時年55歲。同陳公博相比，周佛海就識隨機應變得多。就如之前所講，早喺日本呈現敗績之時，周佛海就暗自同重慶聯繫，為自己留好咗退路。當年汪精衛同日本密談，基本上係由周佛海一手包辦。陳公博唔止冇參與，而且仲表示反對。最後，汪精衛組建政府時，陳公博感到汪精衛正值用人之際，出於同汪精衛嘅私人情誼，先接受咗汪精衛嘅邀請，到南京政府任職。如果論賣國罪嘅話，身為低調俱樂部發起者，對日簽訂多次密約嘅代表，煽動猶豫不決嘅汪精衛，最終下定決心去做傀儡嘅周佛海，罪責顯然比陳公博更重。但最後只判咗一個無期徒刑，可能係早就同重慶政府聯絡有關吧。最後，周佛海於1948年死喺南京老虎橋監獄，時年51歲。最後係汪精衛嘅夫人陳璧君，佢被捕後堅決唔認罪，喺法庭上慷慨陳詞話：日寇侵略，國土淪喪，人民遭殃。呢個係蔣介石嘅責任，定係汪先生嘅責任？話汪先生賣國，重慶統治下嘅地區輪唔到汪先生去賣，南京統治下嘅地區係日本人嘅佔領區，並冇寸土係汪先生斷送嘅。相反，只有從敵人手中奪回權利，仲有乜嘢國可買？汪先生領導和平運動，赤手收返淪陷區，依家完璧歸還國家，唔止無罪，而且有功。陳璧君嘅說法基本上係同陳公博係一致嘅。陳璧君最後被判無期徒刑。1949年之後，蔣介石冇將陳璧君移往台灣，留咗俾共產黨處置。1952年，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同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向毛澤東提出要求特赦陳璧君，毛澤東最終同意。毛肯對陳璧君網開一面，可能係因為汪精衛喺聯俄容共時期對毛澤東有個提拔之恩啩。1959年6月，68歲嘅陳璧君死喺監獄中，佢冇接受特赦，性格剛烈嘅佢寧可喺牢房虛度餘生，亦唔肯承認汪精衛有罪。
1946年1月21日，還都南京嘅蔣介石下令炸毀位於中山陵西南梅花山嘅汪精衛墓地。打開棺木嘅時候，汪精衛遺體上冚住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身穿南京政府嘅文官禮服，頭戴禮帽。由於使用過防腐劑，其遺體尚未腐爛。民國第一美男子嘅風采依稀可辨。其馬褂口袋內有一張白紙條，上有陳璧君手寫嘅魂兮歸來4個字。佢嘅遺體隨即送咗去清涼山火葬場火化。火化後開動強烈嘅鼓風機向爐膛吹去，汪精衛瞬間灰飛煙滅。蔣介石對汪精衛就係如斯痛恨。汪精衛生前嘅最後心願係歸葬國民黨總理孫文之側，但係汪精衛同孫文為伴只有1年幾時間，蔣介石不能容忍汪精衛玷污呢一塊只有孫中山同佢自己先可享有嘅風水寶地。當時嘅蔣介石亦料唔到，短短3年幾之後，佢喺中共嘅窮追猛打之下逃離南京，死後亦無法安葬喺孫文之畔，其遺體只能喺台灣桃園大溪慈湖嘅靈寢暫錯，至今啱啱好50年，仍然係暫錯中。好啦，有關汪精衛嘅故事就講到呢度為止。大家對汪精衛又有乜嘢睇法呢？歡迎留言討論同補充，仲有請按讚同訂閱，我哋下次再見，拜拜。